嘿啊，那兄弟的代表愛叫，啊，你做嘛無推久好來，做嘛表演等人提講題，你同我講啊，讓我安尼。大家好，我是吳依蓉，我一擺喺都市會計組裡邊做嘅係一個參運水土工人500千嘅家的阿里。我嘅老公係一個過上盧卡人的一個老公啊，一心想要讓我們過上好日子。一個家一路背負很大的，除了講盧卡遭遇重大變故，還有。伊個想要佇伊個老公拄到嘅意外，係咪真的意外？他一直很想要知道那個真相。個奇妙的係，因為我老公同伊個兄弟的感情有過好，所以我跟他們也有一些糾葛。老公的好朋友，我有18剛講，他們怎麼好像沒有把老公照顧好？唔叫生你，迄兩個人當初都講好嘅，想改變嘅唔係愛。做，所以咱做在工作方應種，總統良心都唔見黑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arren 邱凱偉，我在劇中角色是羅志峰，介於家庭還有工作之間，太太還有整個因為工作雙方面都要工作，然後導致種種的壓力下，我會勸他們就此打住，就不要再勉強了。對，因為可能他們個性本來就不合。志峰要的跟美麗要的，其實一開始就不是一個，就是個平行線，他們有交叉點，所以還趁年輕的時候趕快把就此打住，然後去尋找各自的春天。可能被背到20萬。沒啦，咱無代誌啦。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員高一玲。我在都市開機組的這個故事裡面呢，飾演的是萬青的太太，那大家都叫我萬青嫂。那我們這一家呢，其實是蠻可愛的，因為我有個女兒。那萬青的話呢，他當然就是一個非常努力打拼、認真的好男人啦。在一個偉大的城市當中，其實就是需要這一群偉大的小人物們，但是他們的辛苦呢，卻往往沒有人知道。所以希望大家在看完這個故事之後呢，能夠更珍惜他們的存在，然後還要好好的珍惜我們現在生活裡面所有的一切。